隨住氣候變化變得越嚟越嚴重，大家有冇諗過可以用一個簡單嘅屋頂同埋以科技製作嘅玻璃，就可以大幅減少一棟住宅大樓嘅碳排放呢？喺我哋嘅方案入面，大廈嘅外牆會主要以變色玻璃構成。變色玻璃可以根據陽光強度調整透明度，可以隔住紅外線同紫外線，仲可以減少熱能進入而降低空調20至25% 嘅能量消耗。屋頂中心嘅部分會空出，四周會斜向中心，參考古代嘅四水歸塘機制。喺落雨嘅時候，雨會流入中心空出嘅部分，雨水蒸發冷卻可以將周邊嘅溫度減少2至3度。喺天晴嘅時候，熱空氣會上升而喺空出嘅部分排出，減少室內用電。屋頂除咗中間空出嘅部分之外，會由太陽能板覆蓋。太陽能板發電之後，可以減少大廈嘅電力支出，每年可以抵消134噸二氧化碳，相等於種植咗5800棵樹㗎。內方邊緣會有小型嘅渦輪，小型渦輪大雨期間可以產生3300瓦電力，足以供應建築中心中庭嘅所有緊急照明同傳感器系統，又或者同時為165部手機插滿電。為咗可以一眼睇清我哋設計嘅效益，我哋就結合咗天文台1年4季唔同天氣嘅數據，套用咗一個公式，就可以睇得清24小時裏面我哋減少咗幾多碳排放同埋慳咗幾多錢。而呢個係夏天天晴嘅數據。至於圓形設計，我哋就採用咗 3D 打印技術。我哋先喺網上平台嗰度設計咗我哋大廈主要嘅架構，之後再印咗一個細嘅模型俾自己做參考同埋改進。之後我哋就設計咗大型模型嘅結構同埋細節，再送入去 3D 打印機去打印出嚟。打印出嚟之後，我哋就剪除咗大廈外牆上面嘅支柱，再加返唔同嘅零件，就形成咗我哋嘅圓形設計。而呢個就係模擬落雨嘅場景。以上就係我哋嘅方案，多謝。